来有关明年新北市长的选举，民进党已经确定是立委苏卡惠出来选。若国民党甲民众党人选也未整合，呼声真悬的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，虽然也未正式来表态，但是有风声讲伊的选战团队已经成型了。另外，国民党甲民众党的主席郑丽文甲黄国昌明仔载要来会面，会谈的内容是毋是有包括着明年地方选举南北合作呢？黄国昌讲会尽上大的善意来讨论联合政府。让新北像高雄一样有趣。不，我觉得现在要修正，我觉得新北可以比高雄更有趣。伫广播节目讲到未来市政的愿望，民进党立委苏卡惠得到党内的定调，要拼2026新北市的市长选举。不过，伫咧国民党方面点兵点将可能的人选，伫苏卡惠来看，上惊的是这个。这个真的我就不知道。你最怕的是谁？但是我觉得刘副市长确实现在我最常看到的是他。点名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，目前伊嘛公布西装穿甲真比赛相片，比战的感觉有够高。连我声势上悬的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，虽无也未正式表达态度，不过嘛传出竞选团队已经有形啊。我现在只有处理回答的团队。我想，我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想法，我一定会跟各位报告。保证讲，若有进展，一定会向外界来说明。尤其民进党主席黄国昌面对新北市长这一战，早就传遍遍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9号讲，联合政府的理念合作。到达是不是用伫咧2026地方选举咧？只要有共同的目标，在公共政策的议题上，荣获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我相信，也一定可以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。为着要让南北主席会谈顺利，国民党秘书长李乾良、组发会主委李铁华、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、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，伫18号下晡3点半来看场地，双方会谈要替南北合作来铺路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